千世界，真奇怪，请定要为非中破虎，偏是黑，本把见到两代情缘，正逃这生死负难。大家听好了，少爷做了官，你们呐，今儿一律给叫老爷，称我老太太。老爷，老太太。现在何可你们不可怠慢，都下去做事吧。儿啊，你现在做了后不道，这是吵架之大喜。不过为娘我还有一件心事未了。母亲，请讲。儿啦，赵家世代是你们，几家子女头担定，与两家订婚呀，为公民处，一旦公到自己。不孝于三，无儿为大，同美两家取财亲。孩儿今正无名，母亲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老爷。叫老爷。老爷，老太太，两个堂妹可能多到谁了？只等老太太，老爷到大厅赴宴。母亲，请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尽管点些东西。老太太，母亲，以孩儿看来，这真是可喜之兆啊！何以见得？这叫一岁就是问，重问韩玉祖。岂非孩儿从今后要改问门庭，从曾家生的大喜之兆吗？倒也不错。下次小心。谢老太太。阿姐，阿姐。怎么会来的？阿姐，金州府上没热闹嘛？
爷他写的是字。啊，老爷，这里的老爷不是死啦？是这里的少爷做了官，改成老爷啦。哦，少爷比老爷噻。哎，阿姐，上次那里的衣裳洗好了吗？洗好了，你等着，我去拿。哎，请啊，请啊，请啊！少爷比老爷噻。阿弟，阿姐，那快走吧，我忙着你。哎，来，阿姐啊，我这里有2两银子，请你拿去做件衣裳穿。阿弟，你在客栈里做伙计，平时赚的钱只归自己用，这银子是哪里来的？这是我替身送信才来的。送一封信，能值那么多银子啊？阿姐，说起来啊，真当好笑。阿姐，初7、8月夜来了一位大小姐，心事重重做忘记，同我送信去上君家，只要我外面不去家，送我银子做那块。哎呀，阿弟，你不知道他们做啥事，杀出后来可怎么办呐？阿姐，你不要急呀，后面还有呢。原来他俩有事情，那小姐身上已有孕，这位夫家要太太，又想当太子后跟，太子一声不答应，闹大官一推出门。阿姐，阿弟，原这种外快还是不要沾的好。干啥？我以为太好了强，他情愿进我，我情愿去报。好了好了，快追吧！今日宾客很多，你在这里不方便。哦，那你一定要注意让悄悄。多多怠慢送卡。儿啦，只有这了是你大喜之仇，你要照做准备呀！孩儿谨遵娘教训，母亲，请歇歇去吧。你早些休息吧。当当当，我正在城楼关山而进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旌旗惊愕，惊愕，惊愕。请我道中茶来啊！老爷，请用茶。就原来是司马发来的笔，金娥啊，哎，刚才当饭茶煮有没有汤同手？没有。多谢老爷放在替我就请。没有汤上就好，没有汤上就好。金娥啊，哎，把茶送到我房里去。哦，老爷你怎么怕我吃了你呀？去。
可了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新奶奶她一刻都不离开我，你再忍忍吧。难道只是谁这么说了？我，奶啊！那天晚上你自己说过的话，难道你都忘记了？你不该弃我，敬我上女子，将这花子随手靠。你莫让我将这花子随手靠，你莫让我在心神想。我对你有情深爱，情是阿山，愿相发同偕老。谁知晴空起霹雳，母命去情难为傲。强颜欢笑在心深，怎肯将你去惊跑惊梦心结难舍在此花，只有慢慢想计较。为啥？我已经有了。有？什么有了？我已经有3个月生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有3个月生育了。哎呀，这何尝他了？这何尝他了？金娥啊，你为什么不早对我说？我可以去郎中把胎儿当养。老爷，新奶奶来了。老爷，这是找机会再说啊。老爷，老爷，哭什么哭啊？你还好意思哭？太太，你来了。老爷，金娥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看她好像哭过。我在这里上花，他匆匆忙忙地跑出来，把我的皮衣物从他荷花子里去了，被我责骂一顿，所以哭了。太太，这种人不要管他。来，我们赏花吧。老爷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出去拜客吗？我不想去了。为啥？太太，太太你不中有人意，真正将你丢归中，因此拜客不想去，不想去，陪伴你同上荷花落，永永。
结quả。是，我听朕言去说服。哎，你在家一定要多多保重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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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的当当当当。小弟，哎，来，他来了没有？少君来了，刚才姑爷在这里，他躲在耳门不关进来，快叫他进来。妹妹，上了。上了，你死了。长夜相思，诉无根了。你怀有身孕，不知早将与我说好。阿娇，阿娇。情况一切都在心中，你回去困吧。哎呀，快来，快去吧！回来。阿娇，阿娇，你是谁？我找。耶。你不是上次同我送信的梁小姐吗？梁小姐，你是龙兴客栈伙计？哎，对，哎，梁小姐，你怎么在此地？你怎么会在此？
我来寻我阿姐，我阿姐在这里。你阿姐是谁？我阿姐叫金娥。哦，金娥是你阿姐。金娥，阿姐。杨小姐，我阿姐在吗？啊，我替你去叫。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哎耶，这个世界倒是蛮小，旁来旁去都是熟人哦。这倒稀奇。阿弟，阿姐，你的衣裳我洗好了，你等着，我去拿。哎，没，阿姐，刚才你叫你的那个人是谁呀？这里的新奶奶。哦，她就是新奶奶啊。阿姐，这个人我认得哦。你怎会认识？阿姐，上次借你2两银子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呀，你说有一位小姐托你带信，私下商量，请医生当胎。侬猜这位小姐是谁？是谁？就是这位新奶奶呀！哎呀，你不要生出神哦！真的呀，她还认得我嘞。阿弟，阿弟，这话可不能到外面去讲，你要是讲出去，哎，的新奶奶难做生理啊！阿姐放心，我是天兵天将了，不管男女推进个很上。好了好了，你快到后门口去等着，我去拿衣服来。为啥？现在可比不得从前了。老爷做了官，老太太吩咐，以后地下人游客来往，只需等在后门口。你快到后门口去吧。哦，这说什么话？难道穷人却不是人了？哼！是金我常来常往，走得亲。此事上被吵架子，怎可允许把持你？爸，今日不能为的是我要拔掉这祸根。今我啊，我这里妻子要心生，你莫管我为妹心伤痕。去刀中茶来啊！你包我重重的，就放在这里好了。哎，
你沏的是什么茶？我要的是龙井。啊，那我去闻嘞。不，我自己去闻吧。阿姐啊，怎么这么慢？我等啊等死了。正巧新奶奶叫我去倒了杯茶，所以晚了。那快走吧。哎，哎呀，不好啦，出事啦！哎呀，阿弟，不好啦，出事了，出事啦！你是快走吧。阿姐啊，出事了！出事啦！哎呀，不好了，出事啦！出事啦！出事啦！新奶奶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这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房里的指纹不见了。哦，新奶奶，不要哭，慢慢说。指纹怎么不见的？哦，房里什么人进去过啊？这个人倒是没有人。哦，只有进屋去倒了一盅茶。老太太，刚刚我是进去过的，不过我没见到指纹。这样吧，我真没离开过，谁请新奶奶收一收吧。不用收，进屋是老实人不为的，一定是有别人进去过。全夫人差不多都在这里，索性统统收一收吧。啊，新奶奶，你叫人收吧啊！哎。你们都向我收吧。老太太都没有。来来来，做啥？还有我。你难得来，又没有进去过，不为的，不用收。穷要穷得亲妈妈，收一收，太太收一收，收一收，太太收一收吧。徐奶奶，老太太也没有。那收过就上课了啊！阿姐，我要走了。衣服拿去。哎，对。还有这包衣裳没有收过，哎，再收一收吧，再收一收，太太收一收。你们不为的，收过就算了。新奶奶，还是收一收吧，这样我弟弟也好放心。是啊，要是你不收，我就是走了也不放心的。收一收，太太收一收。他们姐弟的脾气我知道，就收一收吧。金娥，哎，那你自己接吧啊。啊，金娥，原来是你，老太太我。自困，老太太，自人自面不知羞，来，家法伺候。老太太，慢，婆婆。这种人岂能再来府中？应当送官府去年满。老太太，请我私孝敬父，你是自我为人的，老太太，这是冤枉啊，冤枉！越争越争，万事冤枉！来，把他押送衙门。慢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他推不自问，正要送官府去年判。金娥，偷东西。老爷，冤枉！怎么老太太开红恩，用我苍天地的洗衣机，今日弟弟来取意，偏偏新奶奶失落指纹。无此心，心想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就请新奶奶来收身。这保护是我亲手当来亲手接。
心意。老爷，既然没有看子我，只怕怎会在你道里沉？听我评说朝中人，向来不为欺人心，快我面子少了他，我这里为他好讨情。讨情？你今我有啥罪过？为啥要替他讨情？为美一夜提醒我，今我府内有生云，好杀娘他来府中，一旦是把我难做人，倒不是生死机会，将他关出去，他不生死，我就不承受。今我啊，忠贞心切，我也无能为力呀。老爷，难道你真的忘记了？忘记什么？不要再说了。这种人岂能再入府中？来人，将金娥赶出府门，永远不许上门。老太太，冤枉呐，冤枉！老太太，冤枉！阿爹，真没想到侬会做出这种事情。阿弟，别人冤枉我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？那侬还怪我？记得娘死的那年，我们饿了3天3夜也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，现在有屈有错，我还会做出这种事吗？可我不错，阿家向来规矩，不是这种人啊！阿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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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包裹是你亲手打的吗？是我亲手打的。打好后，有没有离开过啊？没有离开过呀。没有离开过，没有离开过。这，那这愿望只有请包龙图来审来。那包裹是你亲手打的，打好后有没有离开过？指纹又在你的包里，这事情怎么讲得清楚呢？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我想起来了，我离开过的。啊？什么时候？你到后门口去等我，我去拿衣服出来。正巧邢奶奶叫我去倒杯茶。倒茶？只有那时候离开过了，包袱只有那时候离过身了。当时只有邢奶奶在旁边，莫非她？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阿弟，这是我是你害我的呀！
事情，万一你说出去，叫他怎么做审理？他要事情不败露，谁不能让你来？不让你来，只有让我离开曹府。我没过错，他不能怪我罪。虽是即将之王失荆报国，敖定是我推将我滚出曹府。这样一来，他的事情就不会败露了。这不是你害我的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阿弟，你哪里去？找他算正确。哎呀，阿弟，你不要去！阿姐，侬不要来我找他算正确。阿弟，侬不要来我。阿弟，侬可来我。阿弟，阿姐啊，阿姐啊，阿弟。哎呀。这，那只好问问门上。哎呦，哎呦，阿姐雨了，他要涨来我又涨，他要升来我又升，两位妹她不中又生育，这里还有一封信。阿姐，这信是谁的？上君家亲戚。上君家是谁？上君家是两位妹的亲人，是他写给亲人的。哦，那这信你是哪里来的？刚刚在后院拾到的。哎呀，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讲？本想叫起他问些人哎呀，你呀！哦，快看看他写些什么。哦。君家恩郎是你，阿姐，是清醒，是清醒，快看！恨狂风无情，今在梦中鸳鸯，对，是鸳鸯，鸳鸯是一对哦。愿爹娘不离，可怜吧？不离，可怜，不离。你我天各一方，幸福中主腿。阿姐，主腿啥东西啦？主腿不是腹中胎儿。中胎儿，对，是胎儿。尚未事发东，果然是封金东厂，哈哈，来打在阿姐，凭据在手，有月报月，有仇报仇。阿姐，走，阿弟，阿姐走，阿弟，阿姐啊，慢来，阿姐啊。他为什暗中问少家信？为妹众人心长恨，他也是赔不无奈报私生。我与曹家冤仇非亲，怎么有几爷？
慢慢讲嘞，侬慢慢讲嘞啊！阿弟，哎，我们父母双亡，这世上只有你我最的最清凉。我说出来，你可不能怪我。阿姐，我不怪侬，侬讲侬，阿姐。阿姐侬讲，阿姐侬胆子大大讲侬，阿姐侬讲侬，讲，阿姐侬讲，阿姐侬讲，哎哟，我急死人了，阿姐，阿姐侬讲侬，阿姐侬讲，阿弟，哎，我已经完了，朝京堂的儿子了。哈！阿姐，侬忘了朝京堂的孩子啦？朝京堂，你这个活畜生！阿姐躲在屋里闭门不出，几个月功夫还磨得了身，等到银儿哭了头上落来，总不能一生也死不出门啊！哎呀，真急死人嘞！哎呦，急死这！哎呦，急死人！兵法，哎呦，王伯伯，我连死都不能吓出来的了。我犯啥罪啦？我有件急难之事，想请侬帮帮忙，想想办法。王伯伯，你有难事找我想办法，我有难事再想办法哦。咦，侬有啥个难事讲出来，或许我也能替侬想想办法。我的难事不能讲的呀。金福啊，侬在客栈做伙计，人头少，我这件事啊，无能是我要请侬帮忙的。好个，艰难不帮非好汉，能帮人忙总是好的。啥难事讲出来，我一定帮忙。金福，我这件事啊，侬千万不要同别人讲掉。王伯伯放心，我这张纸布啊是铁壁铜墙，用铁棍敲都敲不开了。您讲好在，讲好在。好过，丁福。有一位个卡上名叫喜清道，8万
成富豪，年过半不上父子，一心想把儿房讨。个太太人是个不肯你，是你吵呀吵分好。今年老爷请上出院啊个门，太太称好计较，安葬土皮石有声，安的痛心个小宝宝。我跟我讲，到现在12个月一出头，我是寻来寻去嘛寻不到。经过你看出里面人头上，可否帮我找一找啊！哎呀，真是菩萨保佑啊！人家，我怎么会拿这件事开玩笑？不，一个男子都嫁去了。怎么？宝宝我女，龙女？侬莫开玩笑，侬光棍一条，哪里来的宝宝？不是我有，是我。是侬啥人有啊？哎呀，只要有宝宝，哪有讲不出个道理啦？王伯伯，你这张嘴巴千万要上把锁。哟，放心，我这张嘴啊，也是铁壁铜墙，那天叫叫都叫不开噶。快说，宝宝是我阿家的。侬阿家有没有出嫁？怎会生宝宝？兄弟，哎呦，实来话长。这曹金堂也太不是人了！不知几时生啊？哎呦，就这2天。哦，好过，到时候啊，我偷偷来接生。那这件事情，你千万不要对我阿家讲哦。有数，这叫做送人本金，我你不良，大家不吃亏。哎呦，给我，最好的本的家就走。太太，许妈，你看这可怎么办啊？家运已经3月，老爷今日要回转，再拖下去要穿帮，急得我对婚夜花手脚冰凉，落手不知心事下落长圈圈。哎呀，太太，不要紧，姐姐只要不是你一定要暖的，这事我早就办好了。现在再不能拖了，我看女的也好，将来可以找个大男人婿。我再去走吧，快去！哎呦，太太来，快去！哎呦！我怎么去找你嘞？王伯伯，我来看看老爷有没有回来。我还没有。哦哟，菩萨保佑，上了！上了一个大胖小子啊！哎呦，菩萨保佑，我做什么也蛮辛苦啊！圣女，在门口等着你，快把他叫进来，快去！我去呀！太太，你来，许妈，你的功劳不小
就是根夫，根夫啊，这位就是太太。太太，爷，他不是自己都要上的啦？哎呦，不是这是假的吗？哎呀，来，当心啊！当心！哎呀，是哪呀？哎呀，这孩子你们以后不能来看他的哦。当然，送掉算数，以后就不上门。那洗衣裳，那洗衣裳，太太不用洗了，我已预备好了。妈，只要挖个牙就行了。根夫，来，妈，只要挖个牙就行了。挖牙，根夫，银票你拿去啊。票，根夫，根夫。孩子，我不送了。根夫，好事，我不要走了。是不是银子太少？要多少我可以讲呀，可以讲。侬银子越多，我越不说。我穷三穷，还不等着买外甥银子用啊！我这样，你对他好一点。但我总不能不要你的孩子啊！是啊。哎呦，太太，更夫，好根夫这人啊，比起我是晓得过，他不要银子说了，弄僵了，不好。那要是他以后反悔怎么办？反怎么悔啊？仅此一言，死什么难追啊？死牛难追！哎呦，你好难追！牛难追，马难追！马难追！买，让我再看一眼。侬反悔啦？悔是不悔，不过他总是我的外甥啊！你们一定要好好待他哦。这你放心。根夫，总比在你自己屋里有一个妹妹更好。快回去吧，等到阿姐醒来，不见孩子是要接生啊！对，再跟我给阿家去呢。外甥，娘就走了啊！走吧啊！你们一定要好好待他哦。你放心，一定要比确保哦。一定。
人家生儿10个月，他却是12个月在临盆。常言道，12月为的是龙头。我也思也想也心。老爷，你还是求求宋子娘娘吧。这话不错。他比老娘早产灵儿，我一定重修庙宇，再做精神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，哎呀，徐妈，老爷，大运怎么办了？徐妈，老爷我不急用功，让我进去看看。老爷，男人酒不吉利高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还是再求求宋子娘娘，请我许你大幸，太太就生个快喜。宋子娘娘大慈大悲，保佑我家太太早生早养，我一定少教铺路修良的，朝福乡里。宋子娘娘。老爷，太太上了。上了！老爷，你是不能进去的呀。谢谢宋子娘娘，谢谢宋子娘娘。恭喜老爷，恭喜老爷！老伯伯，他上了有个大胖小子啊！我有儿子了！我伯伯，孩子相在，我可想老爷啦，想我。头鼻圆圆，天灵饱满，那里太好。从中有赏，从中有赏。哎呀，老爷，快去烧呀，取个名字吧。哎，对，取个名字。是上天赐给我的呀！是啊，这是天之灵儿。好，就叫天赐。好啊，天赐。谢宋子娘娘。
春报仇生冤，现在儿身上，谁知鼻孔无儿音呐，这真是当来一记当头炮。别人做娘多关笼，为什么今我做娘来望啊望？一样女子一样人，为什么我做女子我难赛过他黑狼啊？娘找你来了，娘找你来了。姑娘，哎呀，哎呀，姑娘，姑娘，你要做什么？娘，我去。哎呀，死不得，死不得！哎呦，姑娘，姑娘，常言道，好事不与难忘，可侬为啥要寻死嘞？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侬有啥苦，不妨讲给我听听。啊？真情怎能被人讲？姑娘，哎呀，姑娘，侬讲呀？本是家年满过这好心。退去无踪影。哎呀，姑娘，我一生希望多一王官儿。
断艰辛。你的生日实可怜，老太婆听听也伤心。姑娘，我家太太新生子，要照顾内娘为出门，你儿子这种领有难，倒不是去我东家府上长起身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先到居家去做内娘，慢慢再寻找儿子，将来还有相位之实。倘若你往窝里这样扑通一跳，那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啦。对呀，你的年纪轻轻，难道就这样算了啊？回一步，弟弟，你回了几步了？哎呀，再回一步嘛！弟弟说得好，弟弟成功。光阴似箭，花似冰，转眼已过18岁。天子儿童万户惊人，两才攀登大比自年到，我儿官考上京医，唐虞一光何本子，光宗家族好欢喜。弟弟母亲，我一定苦苦心公公，就不为爹娘后望的便宜。老爷，你看我家天子讲话多少有礼貌，多少孝顺。这也是太太交付有方啊！少爷，出城天气，当心受凉。谢谢奶娘。奶娘，太太，奶娘，你辛辛苦苦抚养我家天子，自己的孩子到现在什么下落？以后啊，你就将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，在府中好好享福吧。太太，对，这话说得对。多谢老爷太太。禀老爷太太，新任知府来为拜。哦，新任知府，我们是私交，上次我去拜他，今日来为拜了。你们为宜有请。是。有请知府他生。
弟今日当面请罪。不管不管，请。徐翁啊，大人喜欢啊，请。走进啊，徐翁，这位是我儿天赐的奶娘啊。请。徐翁，小弟今日来此，一直拜上徐翁。多谢多谢。儿子嘛，闻令郎才华过人，也有一件不知可否。哎呀，小群兄弟么，管老大人下问，陪我叫他出来，请大人当面教诲。天赐，天赐，快去进步找报复啊！小人许天赐坚固报复。徐翁啊，现在一表人才，徐翁真好福气呀！托大人洪福。爷子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高手。唉，徐翁四次不问，倒勾起我的心事来了。他人乃一夫之主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哪里来的心事哦？徐翁，你哪里知道我？江湖上一夫之主有哪位？膝下父子好上辈，只有一个女儿才归做你想我爱你。去考当年那女婿本自康，他人何必徒伤悲？千金乃是名门女，还怕你成龙快许配成恩对。徐翁言之有理，莫下又是有一层，只怕人家不肯。只要你大人看中，人家哪有不肯之理？大人说出来，陪我替你为媒。徐翁啊，就是李郎。唉，这是小女生性教养，不知徐翁意下是何？大人真的哪有戏也？哎呀！儿啦，快坚固有无？快！我见现在面露不悦之色，莫非是也小女蒙顶地雷，配不上颜值吗？大人，小主是年轻无知，大人切莫见怪啊！回应大师乃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休你不义。弟弟，快去见顾有无。弟弟，快去呀！坚固有福，也许勉励。徐翁，你我要改口了。请我啊！小弟为家即刻准备早宴。我马上完美发聘，直接赠请。送请哦。送有福。勉励。送请哦。来福。来福。送请哦。
情哦！哼，弟弟，小畜生，不识抬举，谁家之父亲亲救都救不到，你却支支吾吾，你弟弟。有听红尘常常去，早学精通样样传千里。心情凶悍都怕啦，无人管去把情敌，语气高派教官女，倒不是去关门严守情。高处者谁往低处流？哪有宽进黄金不胜，取是那难懂之理。弟弟，并言儿不识抬举，将来谁有不到之处，孩儿对不起弟弟娘亲，放弟弟三思。你这个畜生你！老爷息怒，你听听，老爷息怒。想赵大人那书香之儿，正派君子，怎为养女不教你？你这个畜生，你书香之后，正配君子。君子，恩怨随去18年，千痛万苦内心底。今在仇人又相见，恨不能要他几口趁我气。真若是几番难遇杀头梁，土登难遇泰山地。到18年云头受治了，难道我对人恨过来忘你？只要他几家常来往，到头不为我自己操心肠我以为巧得成龙须，还有你亲手折磨，亲手折磨的冤魂。登场长短国政，原名昂名，红落头生，五色环境，做下面个道领好马嘞。长江流水不回头，
手，车子那即将上门前门后可踏回。不见阿桑南岸谁？历来3年，一个人影都没有看见。长短国政，月明南明，红绿头人，五色环境，做下面个道理好嘛嘞？姑郎，哎，天气的头下面有嘛？有。我家少爷明得正清，马蹄玲珑，做上鞋子。哎，一个好不好？好，哎呀，多少铜钿？3个。更说，我说阿佳，阿弟，阿佳，阿弟，18年过后，我这边天暖天保心啊，情浓不重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，阿弟，我曾几次回家找你，却始终自己困惑不起你身。这18年，你到哪里去了呀？意难情啊！不吉利，觉得我匆匆跑去草江，草惊到使我倾天发声，当枪滚滚成江，将我发配千里。提升帮公10年整，记下几两雪花泥，想起阿家心难安，欲给做虎郎当此心，阿家。
8年功夫，今日相见，理应欢欢喜喜。阿姐，你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哭。阿弟，你也不哭。阿弟，你老了。阿姐，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呀？这几家有几位少爷？只有我抚养的一位。今年几岁？18岁了。48岁了呀！阿弟，你是什么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奶娘，你快来呀！我来啦！阿弟，你方才想是什么？阿姐，哎呀，阿弟，我在哪里？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奶娘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快来啦！阿弟，阿姐，现在一时半会讲不理清，下面弄大气，明朝到我住的地方来，我详细对你讲啊。那你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关帝庙隔壁。哎呀，明日少爷成亲，要来是有后天啦。你后天都要来的呀？我晚会不来嘛？奶娘，你快点啦！来啦！阿弟，你一定要等我啊！你等我。奶娘，来啦！哎呀，想不到18年功夫，他们母子两人竟会住在一起。哎呀，世上竟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，真是好像一本诗来，好像一本诗来。听着当初定情恳恳。
在心，我这里要得叫他心海。要想起口那暗沉更了，死而不早，请安息了。我不想猜。啊，方才是为宾客所传，堂上陪酒，万望原谅。哦，堂上宾客莫非都是红顶花翎的塔官？不是，堂上宾客无非是书香交往的商贾出身和同场有约。我当你们齐家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，原来都是些营商错过、寒酸书生呀！你，唉，青梦落晚早几夕，正值梦尘抬头变。乌鸦冒风不自此，玉木文主早成吉。谁是玉木？谁是乌鸦？谁是王头？谁是曹杰？你真不是那句？哼！实非你顽强加于我，我还不想搞派你。你，哎呀！千金地的，不过丫头的话可从来不骗人。邢奶奶，你听我说，多管子！邢奶奶，你滚不滚？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奶娘，实在我家，你连做丫头都配不上。赵小姐，我看你完全像你的爹娘。我爹娘怎么样？没有什么。怎么样？没有什么。你说没有什么？快说！赵小姐，你不能逼身太深呐！我爹娘，你们这些丫头配随便说的。我看你的爹娘比丫头还不死。放下！你这是！快把剪刀放下！快把剪刀放下！哎！赵小姐，快把剪刀放下！我把剪刀放下，你也放下，放下！啊，我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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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
小姐，哎呀，死了！进去，弟弟，才子，夫妻吵架原是小事，怎能不尽兴吧？儿啊，你一阵饭，我一阵醉，赵小姐终于不是一个看在有无人上，这门亲事我本不愿意，还是退了的好。不可，100个天地，是我能退。快进去向赵小姐拜个不是，早点休息。实在出门，当着你的结果。哎呦，进去，快去，进去！哎呀，有什么话你好好讲好了，这么凶做什么？儿啊，听娘的话，快进房去吧。什么事？弟弟。千金，这完了呀！哦，徐贵，速去寻找老爷太太来，这小姐已经死了，快去呀！小畜生，好好女娶门亲，是新婚子要闯下这么大的祸！哎呀，小娘子，你为何事？你快告诉我为娘啊！老爷他这就出了王门，死的。我也不知情。好，父老爷，他到。生在哪里？在哪房里？小畜生，我女儿和你有后有仇，你一定要害她。轻松，老爷，叔叔拿我明天到宁远衙门，叫宁远令叔叔到此。请我有我好事呀！小畜生怎么回事？你快讲啊！讲！金王爷，小姐我正吵，我委屈他了，别弟弟别姓王呢。小姐已经死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。哼！话言小语才相信，兴亡之中与无声。总是亲自过问其他心，闻香淋记名。你害我女儿，你害我女儿！金大人，贵元，这畜生兴风之夜将我女儿闷死，你要为我伸冤报仇啊！贵元，我家就此夺女，你可不能鸟放他呀！请我对我在，现在往内自重，说起年来。贵元，我爱我女儿，我爱我女儿。贵元，妇女奸淫，免得女死一去。年养18、9岁，身长4尺9寸，追身无伤。至今兄长被雷切受伤，这次行当，凶器在于半把尖刀。只有半把尖刀，只有半把尖刀，对吧？尖刀。
今闻好，心头急。是什么少爷一把私财的？老爷觉得来磨面，太太婚事有所心。他们是生离死别同情深，我一帮好比万把钢刀刺在心。我在无心杀呀乱枪少爷王宗明，原以为凶器面前难定案，谁知朝着下狠心。少爷今日不隐藏，如今女里心何不成？我要到法场去自首。却不能这故事记一生。阿姐，阿姐，你到哪里去啊？阿弟，你不要管我，我要到法场去救生。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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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问你，今日大街小巷都在议论，这齐家少爷谋杀曹府千金，五指山开立正法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阿弟，你的曹府千金是谁？是谁？就是两位妹的私生女啊！那齐家少爷与他如何冤情，竟要杀他？哎呀，阿弟，你哪里知晓？曹府千金生性泼辣，新婚之夜与少爷争吵，我好言相劝他犯那奸盗淫凶，使我死为一大。无少爷喏，不想今日害了少爷。啊！你哪是在无伤牙呢？你是在说亲生儿子啊！哟，你说什么？你知道齐家少爷是谁？是谁？他就是你的亲生儿子。唉，18年前，我怕你未婚生子难以做人，就偷偷的将孩子送进齐家。想不到，哎呀，想不到，阿姐，阿姐，哎，阿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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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桂圆，大人，今日桂圆领战，多多辛苦了。此案是大人定案，望请大人见在。哎，这是桂圆之责，本府岂能过分？这，既要背着见在，那法长一切该需背臣作主。那不当然是背着方式。请大人，今日谁知法长背着上有一年奉告。常言道，钢刀不斩无罪谁，光斩天子不幸何何况不闻上你尊，不能
算是家亲。大人啊，鸳鸯儿嘛，飞回望，万望民间34营。嘛，我已请来幸福大神进来，上仙将给我担配，后续归元难求心。大神，归元老道了。大神，大人，53可以刀。此人一刀，来与我开刀。是冤枉刀下来人，斩不得。此人一刀为何不斩？大人，这般发达名媛听有一计，连一副身孤儿不斩。三当庭外有冤情，或许再生。来与我开刀。冤枉呐！刀下来人，斩不得，斩不得，斩不得。贵位，你为何两次不斩？大人，法掌为两次有人名媛，两边知道真情，怎能这斩？吩咐为何没有听到？哎呀，大人，法掌上有人名媛，怎能不理？吩咐庭官从不差错，何须理他？哎呀，大人你看，法掌上不幸众多，实贼不理，只怕有人要杀他人，草菅人命啊！这冤你们与我远近，万不快讲！阿姐，侬快讲，侬快讲呀，阿姐，阿姐，讲。曹金堂，你看看我是谁？你外甥18年前的曾经我吗？不，他本父母女不能辞，将他滚出法堂。且慢，我听他言语蹊跷，恐有不法妓院，你问过谁有实测？此人得了封建之品，实在神志不清，言语蹊跷，或许再判自愧。我一不奉二不报，我今日前来，就是为了找你算清18年前的血海深仇。那你快讲啊！阿姐靠侬，阿姐好紧你不要浪费官长子言，今日我要不娶你，告侬阿姐，快告侬阿姐！当初在曹家做两头，你强硬地将我弃，你却若是我外了云，事后抛弃另娶妻。新奶奶名叫两位妹，在娘家与人是同生有喜，去卡菜也为情妇要当台，托我弟弟把书信提。可惜当台不成功，待云上交拜天地。正所谓不是冤家不碰头，
两位妹花园巧女，我弟弟他怕配路机关，里头学艺在张石头记，他们上下离心，言我没有知得。暗擦眼泪为何离？我离婚心愿修建生全，所破苦多变，只有满足身过暖小孩，谁知一步为邻一步去，我弟弟跑走婴儿暗送人，急得我呼天抢地清风迷，有心断剑陪人就到其家，重到奶娘独生计，苦苦18年呐。18年冤仇难忘记，谁知朝着来几家，看中少爷做女婿。我知道少小姐就是私生女，真奈她生性骄横不讲理，气得新郎出新房，我好言相劝反对起。他那剑刀来英雄，我实为无伤非本意，不想害了几少爷，死绝良心对不起。哪知少爷并非太太身，是弟弟当年轻松进府里，跪在法场上，受日知府老爷亲生子。立即设置凭4分，不顾天理，为了儿女，不是恩君求真情，自然是结因。我全心的愿那家园恨不能迁到外国。新科开后，诽谤官宦卷首。难道这封情书你也忘记了吗？你这是哪里来的？才后月是大的。无知奸人，你自己去看来。太太，金哥，原来天师是我。贵太此人可到？死人一股，死人一股啊，为何不斩啊？来，开刀！老夫子，老斩！万事不斩，不斩！不斩！大人，死人一股啊，为何不斩啊？贵人，你可听到？曹家奶奶曾见我府上，许天子嫔妃正凶，两贼君如无罪，岂可再斩？哦，两贼均告无罪，均告无罪，均告无罪。那好，子民百姓听了，至今安全一命，曹大人亲自宣告，曾经我齐天子全部负罪，万望做个见证，来送报。多谢老爷。对呀，老爷。老爷，太太，老爷，太太，天师，母亲。
娘亲，我去吧。好啦，好啦，你啊，儿啊，母亲，恩情一命，当到为呀。好好好，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